Ano sa sinuman, kalau tu aku hai kata dia, saya nak harapkan aku, uminta tu吧，soal administrasi，我们有了这个记录之后呢，我们以后就可以讨论，这个是更好的。那说到的阿萨阿里好，阿萨好，我看看当选很有希望的哦。当然，底下还是先努力的哦，当选。我们当然这个是不放弃了，怎么说都已经好了。我们一定会透过我们头目的想法，然后这个团队里面，我们团队这个任务呀，也给大头目马咖啡多年了呀，阿美工作官，我的想法是这样，以后就他们负责写文书，我们负责推动，就才会走得更稳健。我刚把这些把这类两个好，不知道干什么了，怎么了？马绕都不为自己呀，什么？哎呀，差不多一度我可以老师自己一次上呀，什么做？但是说啊，你什么说你不好，10万块国经费上，你们都不会去算人吗？对吧？几个人哎，大概几个人报上去嘛，当然那我就不办了，我办那个店。不是一定要去办呢，所以你那几个钱能办。现在也不能讲说那么爱钱，不是少去打多人那里再打要大概发多少嘛？反正这没有什么必要，对不对？100块，120，这120，来因为活动，我妈妈按你一下，应该是这样子，少小到大概多少？应该你这边是不是可以足够给我们？这方面你还要推动这干什么？你是严密级干什么？对呀，我们啥你说，这个金刚安呢？你说，他我们讲说我们一定多干什么？最起码最基本的是个人是比不做来什么的，应该有吧？那我也mana pas aku. Jadi itu hanya soal itu. Sudah pakai sudah mau ayawai, bayar mana. 所以都没有筹划，买过一样的，你搞这都蛮能打给你，当然爱过你啊，什么kita sampai nang，这个咱那个把做怎么样是家，在国内都没做到，蛮。还有，因为他你在那是成功的方面可以，刷这个你在个好，我跟你说说，有时候你一直把你当比喻成民长，你是在自我矮化。我不喜欢听这个名称，那种把这种的里长和大一样，你这个不算里长，对不对？你不算给人家等级了，你把矮化到变成里长，那么低啊？不是你要矮，意思是说，当然是刚好就是议员嘛。可是他不是县长，你要这样想。不是，我们是比喻的，因为你要说kaki tangan，呀，马上不kaki tangan，到时候你要有好几个头目，马上头目就不是。所以 small board 呢，就是这个南路里面的可以去可以解决问题的，而那县就是县长，国家的立法委员的意思是在这里了。不是你不要强调的方式。你为什么拿人才做比啊？这肯定是拿少，对不对？说白点拿少，你用这个来做等级来做比喻的话，应该是很恰当。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养成那种习惯，把他去当跟民长来做一个比较，我们就拿来是可以当拿少，一按拿少可以当掉啊。我的意思是这样的。萨卡杜萨高利在，我跟你说，这一次的海祭。海祭是我们阿美族的一个大祭，因为其他年我都会管，我不理你拉什么花园事了，五一祭啊，还五一祭，我不沙拉山我理你你花园事为什么在我都会管？他当然我们各位很适合嘛，当然都要五一祭来炒福丁对啊，至少有这个经费，我们然后应该带副主委。渔港，人家很多办活动，办什么音乐会什么，不是真办啊？为什么我们
不能去那边办。可是我的一个多少的朋友不能够，什么人啊？呀，你不能帮我解开这个问题。本来的啦，他是当然的票，我是听说了，我说我有多问你，说哎，那个是当然的。我这是说以前熬过林长票。对，就是我那个当然的，现在可能你在这年了，就是后来过这个规划了，这边过一个里的呢，就是一个年了，头目你都来到林长。对吧？因为我们那叫相当，美国来这个，跟那个80年了，头目，是说那我们爸爸在家爸爸嘛的阿塞，那头目，如果anak orang kita, turungan ringsang sama ini, ya Maria nu kapin berhasil sekali, 那几号到几个人，然后几号一个人。Dari orang kita nana itu turungan dari sang jauh. Orang kita nana itu就是Amerika itu, amami saifang kita kawan, mana orang ringsang. Dari saya no ringsang, kamu tu cuba pun ling so, itu hanya orang ringsang. 两个医生的miliar，我是不知道，他们是解释跟我这样讲。orang no kita nana, orang no puisi ana以前。会馆那边哪里有鱼？没有鱼，对呀，没有鱼。这个问题啊，我以前有提过了，是吧？那捕鱼记者，我要做个捕鱼记者，那个湖湾，好的，捕鱼记的，第二次没了，我要拍到了，不过。我的目的就展现出来嘛，tapi dah berasa bisa ya, tahu tu. 不要说一个，你哪里都不定的，第一个不够，后面都哪里都不定。然后我要提到我说，要不然呢，我们这个的话呢，一次1、2、3、2、1，一起不够，拉上了，你起码给他起码定那样，那个才是真正的，你那我不定义了。但是我们有考虑到说，为了安全，你看，安检马路什么过弯道，谁要负责？这个是不是还要保险？你要给保险，还要登记身份证字号。呀，等不到也么呢？等到谁按这个登记要马上就慢了，我的是考虑到这一点。你那个呢？还要到那台湾去，还有那赛德克，还有什么？有么这种赛德克是用手类，什么类剂啊？那个，我那阿拉那个服务还没加。哇，好了，那就摆在那边。水路。水路这两个这来可以讲，咱都水路怎么类似，就是在那边做一个动作而已了。那昨天呢，我应该是还有。到不过来才对，那个阿瓦都跟他节目。首先呢，不改变的呢，其实我领袖是你听过吗？最反对这个领袖。这边呢，从开始不然没有头目嘛，头目按你分发一年给他，所以你啊，只要在于假说不讲的答案了。就像说头目带领的，说我们要takawai，就讲一下这样，我叫什么？头目召集那些，其实呢，kita那真的是几个没有，可能他们商讨以后，kemudian betul好，商讨以后，把maknum kita，dengar kalau tomo tak boleh ini hadlam kita seksan dia terang mau keturunan mau kita其实bukan kurang对了ada entah 比如说今天的罚金300块真的很多了这个很合理这个多么你还但是大人面了dia罚金kan
我慢慢个把妈咪呀执行，我们俩前途是这样子，只要头目下令，我嘎拉斯所决定的，都是我们个爸妈咪呀，再讲一个嘛，懂了哈？有那个的嘛，伢儿kami，还是慢慢个把最有那个影响力了。saya kata tujuan ko要求呢，我们kami，saya tinggal saya，比如说我要很多那个山，对，sekolah mana ada，saya begini，itu makan，因为它是下面很多嘛，不合理噻。我mak saya kami，比如说那个山，明天。我一定要把我比赛，tapi semua momen kepakan，还是这样会伤身体，比如说那个不是多么，还是要会听的，他不会执行但是所以说，多么kita itu叫kita要会，你要知道。这样对，如果说一直是这样的，没办法嘛。还有个部分也是团体的，给他弄，所以说还是我们不管一切事情，我们都帮我们下令，但是他还是要听多么的，里面合理不合理，那跟你讲刚才讲的是蛮赞成的。我的kerjaan，现在叫多么嘛？我们叫多么多项，有人已经没有话讲了。所以领袖嘛，真的不太合理。kerjaan所以领导对这个kerjaan呢，有钱吗？没有，现在在都会区里面，你是可以这么做。我们可以分嘛，有个嘛多么讲，kita ini kita tu macam kegiatan kerja ini kita是不带领着嘛，然后这个那个把它的这个怎么说？还有一个多号，刚才不是不一吗？还是还记？对，我赞成哈。然后呢，在烦恼为什么在海边一定很多人？mau lah apa？对。不要kata tahu，就像我们mana pun aja，比如说港口，好，我们三nero，还不是在海边嘛？你不听kita什么不弄，不是很好吗？就像我们以前我们办康乐协会，我们市场去海边，你只给我们一样，有孩子嘛，也是安全方面，也讲到你要我们打赛给他，就是。这个最好是这个嘛，跟妈来，你这是一种教育。对，他喜欢嘛。昨天我去抓鱼，抓不到，我下次做什么都可以毛啦，就从这个方面，你给他一烦恼好，真的不行。当时我们在烦恼啊，一直叮咛他们绝对安全。烦恼什么都不那个呢？别人还可以，我们这边不像我们那边很危险啊。对，一定要打爆了啦，所以说这个两个kerjaan biar usaha karena usaha itu biar sekarang semua tuh ya tuh ya sekarang sebutin cuman orang tuh ya tuh可以教嘛这个那么多东西我们不好的对不对啊？对，按照你这么说的话也很好啊。如果说按照我的那个原来的想法呢？那么banyak sama parongai，那女生男生叫他们怎么去当阿美族啊？skill tapi mana jadi kapan maanen ngak malapakayan maanen ngak malapakayan ngak enak yang pura iya pura pakanak gerakan mangai ngak
不要像现在的亚阳，也不知道他是谁，在这个阿密斯，老人我也这个阿密斯，我在教上已经差不多没有了，我就讲了，平常人还那讲好啊，有不很多年了，我们拜上啊，平常人在不用来这里把他们一点好，那kita都没盖好，我们如果说可能的话，以社区为一个单位，寒暑假开课就是教那个，我们不要去学这个，我们去教他们也有煮饭吗？对，会煮吗？用木材煮会吗？会劈柴吗？还是用 grease 他会吗？还是什么？我们从最基本的那个野菜怎么去采，把白呀，什么呢？你把家不用洗衣机，用怎么洗，他们都不会，这就很可怜呐、那个妈妈还比你，我的小孩子有98分，哎呀，糟糕了！要98分来，哇，小孩子很好，没有用啊，不一定要升学了，妈妈。当然，你到我们不讲别人，我们只要讲我们的很小娃娃，当然你很难那我们就考虑到说，希望我们看看，你看我的想法，希望头目能够这个位置先定，就像我们头目，把主干各社区的一个头目干部由他来带领。我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写计划申请经费，让你去做1个礼拜的训练，男女，把龙外那边，然后1年之后看看的，那大概有2期嘛，一个寒假1个暑假，1个礼拜很快乐，把龙外找回来，把那个精神拿出来，从头部那边你来教。什么那个那么没关系，按照你的方式来教，还没什么慢慢懂得，慢慢当教啊，当教啊，怎么你马来当教嘛，在这个马来瓦族，我再讲一个例子我的部落啦，有一年，还有一个街。一个县，结果我们那条路的有一部卡车在那边，我们这个还有一个那个把它们要打六分，完全要保护那个马里在左前面的，结果这个卡车。